買飯盒食啊！而家食咗20期。有一間飯店，我保守估計我食咗超過1000個飯盒。嚇！唔保守估計應該係超過1500個飯盒嘅。我的天哪！究竟邊間飯店咁犀利？而家帶大家去。而呢一間店咧，就位於九龍黃大仙嘅銀鳳街嘅。掛住你啲味啊！買飯盒食啊！而家牛燒肉、叉燒鵝。呢度嘅飯盒一般都包飲品或者例湯嘅，而我哋會揀飲品，因為方便運輸。帶你去一個拍攝聖地度食外景飯盒。哇！到明拍攝聖地，梗係成日喺度拍戲啊、拍劇啊咁樣啦。好多朋友喺度行山咧，都會遇到發哥，因為發哥都喺度行山，就係飛鵝山嘅山頂啦。因為好多時啲劇集咧拍啲拍拖啊、行山啊，又或者黑社會講數啊、警察同臥底喺度傾偈啊、私會啊，都會係揀呢個景嘅。咁我哋以前拍片咧，一放飯嘅時候咧，大家就係咁樣坐喺路邊度食嘅啫。呢一鳳凰燒臘咧，我食咗20幾年啦。你當我一年食50個飯盒啊，10年就500個，咁你起碼食咗1000個飯盒啊。咁啊，保守估計應該就唔止嘅。我哋劇務哥幫買完飯之後咧，咁如果有人問佢今日咩食啊，佢就想打油詩嘅。今日4方果，有雞又有鵝，唔食就咪攞，食咗就唔好咦咦哦哦。咁4方果就指咗4方嘅飯盒啦。咁如果大家都想試下 TVB 藝人嘅同款飯盒，不妨嚟整翻 call 啊！而喺呢度食飯，仲可以睇到東九龍同埋港島嘅風景，真係好正㗎。不過今日天氣差啲，希望下次你嚟嘅時候風和日麗啦。